主后2024年10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未轻易改变的心志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34章第1节到22节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全部的军队，甲伊所统治世界的各国各族，来攻打耶路撒冷甲附近的城镇。迄时，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着去甲犹大王西底家安尼讲：上主要甲即个城交互巴比伦王，伊会甲伊放火烧。你无法度脱离伊的手头，一定会互人掠去交互伊。你会互伊当面审问，互伊掠去巴比伦。犹大王西底家，你着注意听我的话。上主安尼甲你讲：你袂互人杀死，为平安死。你死了，人会亲像伫甲你的祖先以前的王烧香安尼甲你烧香，因会甲你唱哀歌，讲：哎呀，阮的王，上主安尼宣告。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甲伫耶路撒冷的犹大王西底家讲。迄时，巴比伦王的军队已经伫攻打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拉结甲阿西加。犹大坚固的城只有剩这2个。西底家王有甲耶路撒冷的人民立约，要甲奴隶宣布自由。逐个人偷放希伯来男女奴隶，无阁有人用同胞犹大人做奴隶。遐有参与即个约的领袖甲人民，就偷放因的男女奴隶，互因得到自由，无阁用因做奴隶。遐领袖甲人民拢同意偷放男女奴隶。毋过后来因后悔，叫因所偷放的男女奴隶拢倒来，强迫因搁做奴隶。上主就吩咐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甲恁的祖先对埃及做奴隶的地带出来的时，有甲因立约，吩咐因：恁要来的希伯来同胞服侍恁6年了后，到第7年，恁逐个人着甲因偷放，互因自由离开。毋过恁的祖先拢无听，无顺趁我。最近恁有改变心意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逐个人伫敬拜我的圣殿，伫我的面前立约，甲恁的同胞宣布自由。毋过恁煞后悔，竟然甲恁偷放的男女奴隶叫倒来，强迫因搁做奴隶，亵渎我的名。所以，我上主安尼讲：恁既然无要顺趁我，无甲恁做奴隶的同胞厝边宣布自由，安尼我要放恁互战乱、瘟疫、饥荒吞杀，互列国的人看到恁的遭遇，感觉着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领袖、官员、祭司以及所有的人民甲我立约，因将细只牛破做2爿，对2爿的中央行过。毋过因违背即个约，无遵守约的规定，所以我要互因亲像细只牛受破开。我要甲因交互因的对敌，甲孝想因性命的人。因的心思
为诚做空中飞鸟甲地上野兽的食物。我嘛要将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人臣交予因的对敌甲少想因性命的人，以及暂时撤退的巴比伦军队。我要命令巴比伦的军队，搁倒来攻打这个城，甲伊攻占放火烧。我要予犹大的城镇趴荒，无人住。上主安尼宣告。咱常常听到一句话，计划永远赶袂上变化，表示真侪代志的变化来甲真突然，搁互人措手不及，恶意交加。有一种变化搁较是可怕，就是人的心改变。人常常会因为环境也是利益的关系改变心意，特别是政治人物，往往为着眼前的利益改变起初善良的心。真侪人选前标榜追求正义，选后却为着个人利益，也是金钱的诱惑，诉求正义的心一下仔就改变。安尼容易腐败的心，实在互人遗憾。今仔日的经文需要重复读几遍，才会读出上主对以色列人善变的无奈。而且上主毋但无奈，甚至对以色列人发生气。本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主前589年，巴比伦和其他友好民国的军队攻下犹大国的真侪城镇，耶路撒冷也陷入伫非常危急的情况。详细读即章的经文，通看到当当时犹太社会的动荡不安。上主要的，毋是来自外力的侵犯，是来自人民对生活和信仰的态度。以色列人背弃上主的教训，直到遭遇生活困苦，甚至面临亡国危机。对米迦书和阿摩司书也通清楚看出以色列人背弃上主的情形。先知阿摩司就捌控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讲：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厌恶讲真实话的人，恁吞踏散赤人，剥削因所修成的。所以，恁用拍过的石头起的水厝住袂着，好的葡萄园出产的酒嘛啉袂着。我知恁的罪过偌尔大，恁的罪算袂了。恁压制义人受贿赂，伫城门口冤枉散赤人。伫即款社会的时势，巧人拢恬恬毋讲话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咱看到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当时西底家王捌甲耶路撒冷人民订约，要投放做奴隶的同胞，签订这约的人民和官员拢同意释放家己的奴隶，后来却拢毁约，甲遐个受投放的奴隶掠转来，搁再奴役因，因为迄个约是伫圣殿签订，等于是以上主做证人。但因毁约，敢毋是否认上主、侮辱上主是无？无甲上主即位证人当作一回事，拄凸显出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在。伫今仔日的教会内面，也有真侪人接受上主的呼召，伫礼拜堂中领受按手礼，接受教会的重要职分。但是，也有少数人
为着种种原因改变最初服侍的心志，实在互人真惋惜。细读今仔日的经文，反观咱家己，是毋是也亲像以色列人共款善变的？是毋是捌立志要服侍上主，却敌不过世界的诱惑，也是试探，就轻易离开服侍的这份嘞？默想，我是毋是捌立志做一件大代志，却改变心意，虎头两翅尾？我捌用权位和权力来欺压遐个软弱甲散车的人无？我是毋是捌立志做一件大代志，却改变心意，虎头两翅尾？我捌用权位和权力来欺压遐个软弱甲散车人无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上主，即世间有真侪是非甲试探，我需要你的提醒甲帮赞，通好，互我会当坚守伫你面前所立的约甲服侍的心志，搁活出坚定不移的信仰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